我成日覺得有時人喺呢個社會生存，佢哋會戴住一個面具，而佢哋喺貓面前就可以將呢個面具除低。所以我覺得貓其實係打開我哋忙碌香港人心扉嘅一個小天使嚟嘅。我係 Jonas， 香港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中意影相，中意影貓。其實一開始我對貓冇乜特別嘅，可能10年前到嗰陣時啱啱可能畢咗業出嚟打工咗一段時間啦。原來我除咗返工嗰段路，平時去商場買嘢嗰啲地方之外，其實我唔知香港其他地方係點，我唔認識呢個香港。所以嗰陣時就會嘗試去一啲老區啊，或者公共屋邨啊嗰啲周圍去行下咁樣樣。周圍走嘅過程當中，發現原來香港除咗人之外，原來都有好多貓喺啲我哋平時唔起眼嘅地方會見到嘅喎。然後發現原來香港人好多時喺貓面前嗰個表現係好唔同㗎。有時你會因為一隻貓或者一個貓店長，你無端端同隔離嗰個食客會傾起偈上嚟，吹咗兩句水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嘅，跟住就開始用相機去記錄落嚟咁樣樣。應該2016、17年嗰啲時間開始啦。開咗專頁之後，咁越嚟越多 follower 啦個專頁，咁越嚟越多人見到個相啦。咁之後就可能多咗機會啦，有唔同嘅組織都邀請，可能搞下相展啊、寫下專欄啊、出下書啊咁樣樣。同埋最近都把握到一次機會啦，得到港鐵嘅邀請同我合作啦，喺中環站嗰度有一個攝影展啦。好多時見完張相，如果有一個人話，我知你喺邊度喎，或者我都見過佢喎，即係一張有共鳴嘅相，我就係最開心嘅相啦。我記得其中一張可能最大迴響嘅相咧，就會係一張喺三餸飯鋪頭門口影到張好肥嘅貓店長嘅相。我記得嗰隻貓叫做細咯，反而係第一咧，佢好多 fans 咧，真係。咁佢好多 fans 之後，咁啲 fans 嘅效應其實都幾厲害嘅。咁可能 share 到俾更多嘅人啦。嗰一刻嗰個貓嘅姿態都係好有趣，因為一嚟肥啦，二嚟佢個樣嗰個無辜得嚟又好可愛嗰個樣啦。嗰張相有少少似一個好悠閒嘅肥大叔坐咗喺個門口度，咁嗰間鋪頭已經唔喺度，已經執咗笠啦。咁可能好多時喺嗰邊嘅街坊其中一個回憶就係睇翻嗰張相咁樣樣咯。咁我覺得好多時追夢嘅都要天時地利人和，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時間管理問題，因為我自己都係打工仔。我本身就係喺香港做金融嘅，朝9晚10咁樣樣。就算幾忙都好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仲有啲時間去 hea 嘅。你係選擇去碌手機定係可能走出去行下，咁咪將你追夢嗰個時間分配喺一啲你冇咁忙嘅時候咯。即係好似譬如我中意影貓咁樣樣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我咪可能盡量安排一啲週末啊，或者一啲唔使返工嘅時間去慢慢去做咯。影貓對我最大嘅深刻，即係令到一個道理就係珍惜當下。喺每一次接觸到唔同嘅人同貓，好多時都係唯一一次機會。咁因為好多時影相你會覺得你呢一日去影完相之後就冇咗㗎咯。佢可能搬咗，可能嗰隻貓太老，你可能過多一陣去，佢已經走咗。以我呢個拍攝方法咧，因為其實我都唔會話特登揾啲貓 model 去擺拍啊，或者都係出街去撞睇下有冇嘢影到。咁其實影相初期咧，其實會發現食白果咯，自己又會再去吞翻自己個心態就咁其實影唔到都唔緊要啊，同佢哋當去揾朋友見佢哋打一個招呼玩下，其實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啊。咁有時我覺得自己影相影貓，我覺得如果我真係身體健康情況良好，我真係想影到我死嗰日㗎。